下，哦，要到东家，哈，很不人新鲜哦。系安尼个啦，我也下你去看下对称组成的相片啊，对称组成啊，就是人同家嘅老公，也系讲家嘅男朋友，听下来需要组成，韩国系两份 Q 用嘅组成，哎呀，1号、2一号、1号、2一号，哇，真嘅都不人新鲜呢。故说啊，我没想要来做一份好色的对称组成，同我嘅男朋友1号、2一号、2一号、2一号。不过，亚洲世界就会有一个声音同我讲，请想啊，阿缺无男朋友。係啦，我就係冇男朋友啊。不過冇男朋友，我就做唔得做對稱組成係；冇男朋友，我就做唔得做對稱組成係。我唔過啦。今日我就聽出我來做嘅阿權妹版本嘅對稱組成，韓國我要用法國式嘅吐司，唔但請我做得食咗，下晝頭食點心嘅時間咪做得來食咯。韓國我還會做以後，下尾點心到順頭，安尼就會有鹹鹹甜甜嘅感覺，係唔係當有愛情嘅感覺啊？故所安尼我就做得同我嘅男朋友2號、2號、5號、2號，聽下來看到準備乜嘅當幸福嘅材料哦。好，今日愛做嘅法國吐司啊，其實係一出當簡單嘅料理，韓國其實咪係一個在國製作嘅料理。用嘅講咯，因為基本單啊，啲法國當然係用嘅法國麵包，就係當太條當硬打然會拖嘅嗰種樣嘛。法國麵包啊，會攞佢溫軟，韓國牛奶按樣嘅軟水，韓國好再個攞佢變到配上啲度，也係講用油鑊嘅來煎。唔過啊，因為係手指出嘅土房啲度，故所係冇油鑊嘅啊，人就做得來用配上也配上嗬，其實唔可以按到油嘅，因為嗬，啲客嘅男朋友一嚟啊，佢也唔卡做唔得粗胖胖嘅，做唔得咯。故所也係愛先配上先比燒一下，180度，好，先比燒一下，好。講好，因為等下人哋吐司愛變到呀，配上啲度，故所人愛來炸一下呀離泡子，小口嘅撈佢炸左邊，風險嘅用嘅，有一絲絲嘅程度，太可以做得人嘅吐司嘅態勢。韓國一般人用呀離泡子嘅時節啦，呀亮亮嘅面愛香定人嘅食物，故所也偏係亮嘅面會反光嘅面。好，然後佢炸一下，炸起來，差唔多做得包到人嘅吐司就做得咧。好，一粒，兩個。好，炸好嘅以後，也就變到順湯，也下人愛來開始來打卵吼，因為啊，也愛換人嘅吐司，故所卵同牛奶撈糖係做甜味嘅，愛加糖哦，也下來撈卵，打落去，韓國糖，韓國。牛奶愛記得冇加太多哦。好，安尼就好咧。各位老記，用前面也係湯匙誒，老記攪散。好，差唔多散了以後啊，也就係等下愛換呀吐司嘅卵嘅哦。好，接下來因為人愛入去配，故所人哋離泡子蛋糕愛買一絲絲嘅油，接下來啦奶油撈佢抹上去。迄假使講有個奶油行硬，唔做得變到微波爐底部去撈佢微波一下。好，撈佢抹上去。好，
用呀抹上去嘅奶油啊，其實有鹹嘅、無鹹嘅奶油全部就做得。看你自家嘅口味，根本你係做甜嘅法國式嘅吐司，你就做得用無鹽嘅奶油；係講你係做鹹嘅法國吐司，就做得用有鹽嘅奶油。好，一下研究老吐司來溫熱，溫一下，溫一下，過後就留意。用到人哋離泡子蛋糕，好，全部就要本佢溫一下。迄假使講時間下到，其實做得老爺法國吐司浸到呀，2度度浸下9度嘅時間，其實按樣好呀，貴嘅法國吐司會食起來含較實，含較好食咯。也存咧一啲啲嘅卵就留佢倒上去，好。估數一下，也就做得落配上啲度去配一下了。好，生下來後，因為人哋狂獻嘅料理後，人就愛來用酪梨也就食材。當然會講好，我對酪梨其實冇乜嘅熟嘅，咩唔啲酪梨可以用嘅，所以我頭擺咩係我頭擺可能就想到講，酪梨做得來打牛奶，韓國我會老布丁加落去，用打，其實伊好食。唔過除咗打牛奶以外，伊仲冇乜嘅其他嘅食法。唔過其實啲國外當然會攞酪梨拿來做沙拉，其實也係一個當狂獻嘅食材。嗰時候叫咩阿佢妹妹愛來教大家哦。比如講，像也就係長長還蠻藝術，唔過愛食其實咪係做得嚟酪梨，唔過也捏起來，捏一下你就睇其實也係有一些嚟硬硬嘅感覺。韓國好做得食像阿佢妹愛好食咧，就係一種。既然落體、熟體，韓國人按嚟粗啊、含糖嘅都加嘅鹽啊、加嘅粉，其實係要上鹽嘅，係糖嘅色咧，韓國人軟呀，有冇軟軟？其實佢件當落嘅，古時佢拿嚟做沙拉，會非常軟，非常嘅好食。韓國加嘅外皮咪係貴嘅，就變做咖喱粉，按樣嘅食物，古時也就當適合人來做沙拉哦。一下阿佢妹就來教大家按樣嘅來切酪梨。你切的時間啦，唔好一刀按嚟切啦下去，你就拿把按嚟立一片，像按嚟，然後佢切一片，哦，有冇？其實按用打開來，佢就按嚟分開來，加個鹽就幾件都攞杯嘅，你就都得留加鹽拿出來，韓國呀鹽底度有一層。皮咩愛留幾小塊熱鐵骨鐵，也係冇嘢哦，留幾熱鐵骨鐵。好，純嘅人用啊，就係人定下愛做沙拉用嘅，人就做嚟留幾骨到穩底度。唔講好，等下你啲嘅做沙拉嘅時間，就唔是再個加美乃滋，也係講唔是再個加油料，因為椰酪梨本身就係非常好嘅油脂。好，按鈕，等下就做得繼續來做呢沙拉了。好，基本嘅好，呢酪梨沙拉係同樣tomato，韓國呢金槍魚來做搭配。嗰時候剛好阿佢妹要撈酪梨，全部嘅肉都刮下來咧，撒下來就做得撈金槍魚乾頭。阿佢妹哦，我有特別透過，因為其實呢酪梨佢嘅油脂非常多。嗰時候啲嘅買金槍魚嘅乾頭嘅時間啦，就唔好買用油煎嘅金槍魚乾頭哦，記得愛拿水煮嘅金槍魚乾頭。好，一下就撈呀金槍魚，放落去，放你愛嘅量落去，差唔多按樣一般乾頭嘅量，安尼。好嘅，以後因為人愛用 tomato， 大家啲 tomato 係乜嘅？還記得冇 ？tomato 係自用性嘅果子，自用性嘅青菜。嗰時候佢聽說愛有油脂，加個營養就會釋放出來。唔過人有落嚟就唔是再個加油了。基本嘅咧，tomato 愛留佢做一道充分嘅東西，嗰時候人會先留加個果葉切塊，當個像做一個果葉咁樣，好來切啦下去。
切了下去呀，底度有当到盐啊，含个토마토水呀，就全部捞起刮到安尼金枪鱼含个洛梨沙拉呀碗底度，捞起刮落去。当我伊咧要用按样做，捞过耶，切一下。 韩国老底杯嘅盐啊、토마토水啊，韩国一些啲膏肉啊，像老佢做伊咧碗共用，老佢刮下去。好，一下呀沙拉，然後係愛個來做一啲啲嘅調味，然後來加一啲啲嘅鹽，可以是鹽。 韓國檸檬水，像係用嘅沙拉，又用一啲啲嘅酸味，其實夾嘅味道就會動態嘅跳出來，就會有當顯明嘅無共用。然後再過來用呀，胡椒味，偏無嘅胡椒粉嘅香味就係無共用。好，嗱記攪啊，攪完來，好。 好嘅，以後俺就做隻老呀洛梨嘅沙拉，裝到呀當地人食嘅토마토水碗底度，然後佢裝落去，做得有一絲絲嘅裝到黏出來嘅感覺。過後再講老呀，貼個嘢安尼鉗上去，係唔係當地人食啊？好，也就做得變得，嗱我伊咧未用，然後佢熱老呀토마토底度。 哇！也就做得同佢嘅男朋友一生日一咧，真係係當甜味咯。咁樣，老佢安尼變得好。姑嫂準備好以後啊，配上底度嘅法國吐司，配好以後配到金黃，等下就做得來擺盤，擺當甜味嘅對稱早餐了。 喂，阿丽哟，你在做乜噶？哈，來食酒啦！阿媽，哎呀，唔咩啊，就嗌要看嘅面路紅嘅對稱早餐，可以當上人生啦。啊，唔過，嗌做嘅冇男朋友，佢說請勉強推一下嘅男朋友啊，給我嚟嘛，好。 好啊，跟夾來，我煮好一下小碌碌嘅哦。嚇，我係要泡咖啡，你放心，我唔會虧待你啦。好，夾來，等你，拜拜，我嘅揀男朋友，拜拜。哇，看呀，對稱早餐真係當獎呢，咖啡先攞佢沖好些。好，香噴噴呢，又當浪漫。 韓國啊，也出題愛有咖啡，愛有好食嘅法國吐司，愛有營養嘅細點心以外啊，聽說愛做嘅就係愛有醬嘅裝飾。你看啊，也法版一啲啲咧，變上去，哦，很浪漫哦！一啲啲咧，落去變上去，等下阿弟用來，我就做得同佢食好食幸福嘅姊妹盤早餐。其實好冇男朋友咩冇想過啦。 要姊妹盤咩做得來食當好食又當甜味嘅酒啊！唔過我還係想要有一個男朋友啦，男朋友算係乜嘅時間會出現啦？好啦，先來翕一下妙米相片，我要來上傳我嘅社群粉絲專頁號來做講嘅妙米哦。哦，也聽說愛動過，安尼翕張好看哦。